仲係2-2係咪？靚！哦，4-2。將個波離開自己隻手，佢就射波你哋啦。仔防守，哇！佢大佬老卡，老卡今日係。哦，冇啦呢球。哦，4平，4-4啊而家。哎呀，差啲截到啊！唉，7-7合，我哋呢個7-7合有啲今日有啲手緊啊！哦，6-4啊！養晒啦，已經冇辦法啦，呢個又係太準啦。3-2啊，佢哋防3-2，拉開兩個底角，合總唔好上嚟，底角係啦。進攻時間5秒，4。好波 ，OK， 6平。喂，定位啊！6平啊！哇，好嚴密嘅防守啊！藍底重兵把守藍底啊！藍 ，Oh my God， 8-6，兩分波咋都係。呃晒靚啊！哎呀，分係啦。除咗老細係嘛？喂，10-6啊！嚇？向外打咪啊！成日俾甩漏啦，冇練冇意識練向外分有機會分呢波啦。12-6啊！向外分就練唔到啦，成嘢都漏啊！有乜鬼啊？好多人已經3-6。好。咁就係咁屌你仲燒緊！聽日都有場啊！聽日應該。3-5 12-9。長期幫襯邊個？唔係阿貓叔啊，同埋歐洲，得緊兩個係長期客戶。長期客戶係咩意思啊？5秒進攻時間，4。哎，籃板14-9，下一場準備。富川湧向
準備。哎呀，防守啊！睇先，睇先，睇先。我都話敖峰商量咗戰術下之後好勁，唉，搞掂搞掂，一調整下就 OK 啦，即時拿下翻一場勝利。